元朗手做早午餐一开始是伫咧桂林圆环边仔小小餐车，创业初期，每天早时就开始准备食材，为了就是要让每一位顾客食到上新鲜美味早顿。创业将近20天，得到市民大众肯定甲喜爱。除了桂林民族北街总店，伫关庙区嘛开了分店，这次更是来到桂林文化中心来开店。我们在归仁这边其实已经大概将近快20年了，其实也想说，借由协会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啊，可以把文化中心跟我们做一个结合，让它这边的话更有人潮跟人气这样子。也因为店是开伫咧文化中心内底，这用餐氛围特别具有艺文气息，因此啊，吸引不少民众前来翕相。像文化中心这么有气质、这么环境这么优美的环境之下，然后可以享受这么营养又食材很丰富的这样的早餐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头家黄元朗讲，配合文化中心的时间。店的营业时间是以9点开始，若是拄到文化中心暗时有演出，嘛适时调整下班的时间，服务看店的民众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